台南为了宣传迈入第3档的国际餐酒嘉年华，10月2日、2天就邀请亚洲7个国家国内外超过200位调酒师，结合超过50间在地美食餐饮店的重要姓师。市府观光旅局特别举办记者会，邀集参与的店家来共同宣传，让民众不免出国，得当品尝这无同风味的调酒。21号是我们全国运动会的开幕日，那也希望大家来参加全运会的朋友，不管你是要看运动员的精彩竞赛，还是看我们调酒师的激烈竞争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我们也集结了。这个联系的除了本土的调酒师之外，也有来自日韩、新马、泰越，还有香港7国或地区的这个优秀的调酒师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也希望喜欢餐、喜欢酒、喜欢餐酒的好朋友一起来台南。市府表示，为了让民众安心参加活动期间下晡2点到8点，在火车站到和乐广场现场拢有接驳车，以及提供代替驾驶的服务，请民众啉酒就慢开车，安心享受快乐的假期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